台电顶半年了297亿，所以就风声传出来了，讲台电真有可能伫10月份调起电费钱。也毋过经济部伫面册内澄清，讲顶半年了钱，所以起价这种的讲法是毋对的。天气真热，大约伫35度左右，通常拢需要开冷气。虽然用电量高，不过台电顶半年亏损297亿，民众担心刷来10月电价是毋是化起。整个电价是由电价审议会来决定的。那目前电价审议会9月份才会召开。那至于电价未来的走势，那我们还是要看审议会来决定。电量目前供应无问题，经济部嘛澄清台电亏损起电价讲法，嘛因为全台用电增加，台电特别入设电检中心，针对高压用户、企业工厂提供专业的诊疗，像台北市龙安国小、高定国小，今年6月、7月省3万的电费。初期的效益应该会比较大，大概我们希望能够达到1年大概有2%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出来。这些用户他们的在用电方面的知识的那个强度比较不足那一般更高的用户的话，他们有这方面的一些专业的一些工程师在协助。气候变迁面对极端的天气，但是能源有限，要安怎节能，正做重要的课题。